日粉嶺過大禮啊！過大禮嘅禮品當中，喜餅係婚嫁禮俗中嘅傳統禮品。廣東人鍾意稱喜餅為嫁女餅。女家送餅，除咗係分享喜悅，另一方面就係向親朋好友宣佈女兒將出嫁嘅喜訊。咁當中有不少嘅新人都唔係太了解傳統習俗，咁到底嫁女餅應該幾時派啊？嫁女餅點樣分配呢？咁以下落嚟，我哋就一齊分享一下啦。結婚派嫁女餅應該每人派幾多啊？咁傳統上派嫁女餅嘅次序、數量嗰啲應該係依照長幼親疏嚟定標準嘅，而派嫁女餅亦都係必須派雙數。咁乜嘢係雙編呢？而按照傳統，只係派禮餅，唔派帖請飲喜酒，咁我哋就稱為雙編。咁而家嘅做法，多數係派張餅卡㗎。咁嫁女餅應該由男家或者女家購買。咁中式嫁女餅係屬於聘禮，應該由男方購買。咁女家可先預算一下親友嘅人數，再轉告男家嘅數量就得啦。咁嫁女餅又有乜嘢嘅種類呢？有金華火腿酥，代表金銀滿屋；有蛋黃豆蓉酥，旺丁旺財；黃菱豆蓉酥，榮華富貴；紅菱蓮蓉酥，鴻運當頭；蛋黃蓮蓉酥，早添貴子；白菱五仁酥，白頭偕老；合桃酥，合府安康；雞蛋糕，步步高升。幾時開始派嫁女餅呢？咁女家喺過大禮收到嫁女餅後，同埋喺結婚前就可以派餅㗎喇。相傳嫁女餅係源於三國時期，周瑜為咗孫權嘅江山，於是周瑜就獻計孫權啦，假借讓孫權嘅妹妹嫁俾劉備，欺騙劉備過邦為人質，以此奪取荊州。但係呢個計謀當然係被諸葛亮識破啦，並叮囑劉備過邦前先行預備好喜餅，派發俾鄉親父老，將婚事公告天下，令到孫權冇法反悔。咁好顯然，周瑜扣人質嘅計謀係徒然無功啊！咁非但如此，孫權嘅妹仲真心喜歡上劉備，最終仲跟隨劉備一齊返到荊州。咁從此之後，民間就多咗一句關於周瑜嘅典故啦，就係周郎妙計安天下，陪了夫人又折兵啊！新娘子可唔可以食嫁女餅嘅呢？傳統嘅講法，新娘食自己嘅嫁女餅，就等同將自己嘅福氣食咗，並唔吉利。咁所以一般嚟講，都唔建議新娘進食自己嘅嫁女餅噶。溫馨提示啦，幸福嘅婚姻更重視嘅係兩個人嘅相處經營，而唔係食咗嫁女餅就會令婚姻唔圓滿噶。咁所以喺籌辦婚禮嘅時候，該如何讓兩家嘅長輩都滿意，先至係邁進婚姻前
最重要嘅第一大事。咁當然呢一個新娘唔能夠食自己嘅喜餅嘅傳統禮俗，主要係指中式嘅喜餅，並唔係指而家大家流行嘅西式蛋糕等等嘅喜餅喎。咁所以其實亦都唔使話太過在意嘅習俗同埋禁忌，喺唔同嘅地區、唔同嘅長輩嘅說法都不盡相同。咁人際關係上，盡量都係以當地嘅習俗同埋家中嘅長輩睇法為主啦，以避免不必要嘅衝突嘛。咁今次嘅介紹完啦，咁請大家撳個訂閱掣，俾個 like，多謝各位收睇，請。